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。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崔子弑齊君。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為之。至於他邦，則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之一邦，則又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何如？子曰：稱矣。曰：仁矣乎。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。子聞之曰：在，斯可矣。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。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崔子弑齊君。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為之。至於他邦，則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之一邦，則又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何如？子曰：稱矣。曰：仁矣乎。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。子聞之曰：在，斯可矣。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。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崔子弑齊君。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為之。至於他邦，則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之一邦，則又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何如？子曰：稱矣。曰：仁矣乎。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。子聞之曰：在，斯可矣。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。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崔子弑齊君。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為之。至於他邦，則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之一邦，則又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何如？子曰：稱矣。曰：仁矣乎。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。子聞之曰：在，斯可矣。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。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崔子弑齊君。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為之。至於他邦，則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之一邦，則又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何如？子曰：稱矣。曰：仁矣乎。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。子聞之曰：在，斯可矣。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。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崔子弑齊君。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為之。至於他邦，則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之一邦，則又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何如？子曰：稱矣。曰：仁矣乎。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。子聞之曰：在，斯可矣。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。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崔子弑齊君。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為之。至於他邦，則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之一邦，則又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何如？子曰：稱矣。曰：仁矣乎。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。子聞之曰：在，斯可矣。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。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崔子弑齊君。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為之。至於他邦，則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之一邦，則又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何如？子曰：稱矣。曰：仁矣乎。曰：未之，焉得仁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。子聞之曰：在，斯可矣。子曰：忠矣。曰：
人矣夫！曰：未知，焉得人？崔子試齊君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為之。至於他邦，則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之一邦，則又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何如？子曰：稱矣。曰：人矣夫！曰：未知，焉得人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。子聞之曰：在，斯可矣。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人矣夫！曰：未知，焉得人？崔子試齊君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為之。至於他邦，則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，之一邦，則又曰：由吾大夫崔子也。為之何如？子曰：稱矣。曰：人矣夫！曰：未知，焉得人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。子聞之曰：在，斯可矣。子曰：寧武子，邦有道則治，邦無道則愚。其治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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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子曰：
寧武子，邦有道則治，邦無道則愚。其志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子曰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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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寧武子，邦有道則治，邦無道則愚。其志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子在陳曰：歸如歸如，吾黨之小子狂簡，匪言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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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子在陳曰：歸如歸如，吾黨之小子狂簡，匪言成章，
不知所以才知。